至於要收費嘅通告，本校使用支付寶香港作為付費平台，家長可以預先下載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及登記支付寶香港帳戶。我哋以新學年膳食費通告作為例子，當我哋點選參加是次活動，然後按簽署及付款，之後就會去到收費頁面，然後按付款，之後系統會自動跳轉到支付寶香港應用程式。家長可以喺支付寶香港入面睇到需付金額，按確認付款之後輸入支付寶香港嘅6位數字密碼，成個繳費程序就完成。系統會自動跳回 HKTE 智能校園行政系統，並顯示付款已確認嘅畫面。